Martin 話你知又見面啦。今次咧同大家講下咧，今年以嚟港澳朋友嚟中山置業嘅一啲變化。其實最明顯嘅咧就係對二手房嘅關注度係越嚟越多嘅。咁喺之前啊，港澳朋友過嚟中山置業，基本上都係睇新房嘅。咁點解會有啲咁嘅變化呢？其實係有幾個原因嘅。第一個咧就係二手房都係現樓嚟嘅。只要去睇過，咁你睇完之後就會清楚呢個小區佢嘅環境啊、鄰里關係啊、物業啊到底好唔好，同埋呢個自己睇嘅呢層樓佢嘅戶型啊、風格啊，同埋你同自己嘅喜好啊，到底契唔契合呢，都係一目了然嘅。所以呢個係吸引越嚟越多港澳朋友嚟睇二手房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。咁第二個咧就係配套成熟。好明顯啦，如果睇得上呢層樓嘅話咧，睇得上呢套房嘅，基本上都係會了解過呢個小區，包括周邊嘅情況。咁既然都會選擇過嚟睇，咁就係會睇中咗佢包括佢周邊配套啊、成熟程度啊，都係符合自己嘅要求㗎啦。咁第三個咧就係真係性價比好高。因為二手啊，遇到嗰啲業主咧係急住出售啊、誠心出售嗰種啊，真係執到啊嘛，正撈啊，用國語講就係正撈。所以咧，越嚟越多港澳朋友咧都會選擇去關注二手房。咁貝殼咧根據咁嘅顧慮咧，同埋大家呢個需求，係推出咗一個服務叫做交易不成，佣金全退。點理解呢？好簡單，就係喺交易嘅過程中係合規交易嚇，合規合法嘅交易過程中，因為合理嘅原因就導致未能過戶成交嘅，咁咧呢個過程中產生嘅已經支付咗嘅佣金都會全額退還。所以呢個對港澳朋友嚟講，喺買二手房過程中係一個非常好嘅保障。咁點解會有咁嘅底氣呢？其實咧係因為貝殼仲有好多其他服務嘅，仲有真房源保障、資金監管、漏水賠付，同埋咧欠費墊付咁一系列嘅安全安心嘅服務，幫助大家買房有兜底，交易有保障，令大家放心選擇貝殼。今次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我係 Martin，下次見。